大家好，我叫艾文，我是美国人，现在来上海4年了。我现在辣海上海的纽约大学读书。哪能讲法子呢？就是讲，因为我现在住辣上海快4年了，现在对伐？葛么我觉着我现在辣搿搭生活是侪习惯了，吃个物事啊，我侪欢喜吃个呀。上海个朋友也是蛮多个，我觉着辣搿搭过日脚是老顺利，是蛮开心。上海菜肴啊，让我想想看啊，我欢喜吃个物事交关交关。葛么我今朝早浪向我吃了搿个叫啥馄饨，就是荠菜，是荠菜馄饨，荠菜馄饨。上海有呢，应该是荠菜馄饨。还有啥物事？包鸡婆晓得啥意思伐？包鸡婆，煎饼，老好吃。那么我一开始学上海话粤语，帮上海搿个地方是没啥关系。那么我辣纽约辰光，我老师就是上海个本地人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伊帮我囡恩打只电话，那么电话里向伊帮伊囡恩侪是讲上海话。那么我一开始听个辰光，我是完全听不懂。我就是问伊讲，那么老师，侬现在讲的是中国？伊讲不是，我现在讲的是上海个方言，叫上海话。哦，是上海话吧？我哪能帮普通闲话是一眼个关系侪没个呀？我就是搿段辰光就是对上海话，对学上海话是有眼兴趣。葛么一开始辰光嘛，我就是因为辣纽约嘛，上海人其实不多。哪能学上海话呢？就是打开手机自家学习。我其实很喜欢用这个软件，叫做学说上海话。看一看这个，挺有意思的，有对话，有录音，然后你可以边听边说，很好玩的对照。第一单元送问候。见面之礼。张先生，侬早。是小林啊，侬好。啥问题？我老想听懂。侬先要听，以后要模仿。张先生，侬好，是小林啊，侬好。上月不见，我老想念侬啊，我常常老想侬。我今朝碰到侬，交关开心。对，一开始首先因为反正没有什么练习的机会嘛，所以我要自己用手机开始练习方言。那么来到上海以后呢，那么我每一趟碰到上海人，我就老开心，可以了用上海话交流。那么我就问伊讲，夜饭吃好了伐？啊，侬欢喜讲上海话了伐？然后呢，我就是会用这种方式开始跟人家交流嘛。然后就是，反正每一次碰到什么机会，我都会很乐意去开口。最重要。那么哪能讲呢？我觉着一般性人开始学习中文还是啥闲话辰光呢，伊拉可能会怕太早死，怕难回去。但是侬一定要敢讲，要敢开口，搿个是最重要，搿个是最重要。葛么侬讲个勿对，人家听不懂，没关系啊，侬再讲个几句就好了，对勿啦？还有，我发现阿拉上海人有个问题，是啥个问题呢？就是现在上海个小人是上海话是讲了一塌糊涂，天世界。反正是讲老洋气话，葛么为啥呢？可能因为伊拉从小有种习惯，因为辣屋里向、辣学堂里向，可能侪是讲普通闲话，侪勿大欢喜讲上海话。但是呢，对我来讲啊，一个地方的方言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，搿老是个传统下来的物事。我希望现在阿拉上海个小人，阿拉上海个本地人，可以好好学习上海话。